債務重組下咧，咁就大家會知道債務重組嘅威力㗎啦嚇。所以第一樣嘢，我哋用資產還債，即係我哋用資產去清償我哋嘅債務嘅。咁我哋睇一睇例題12.1先。其實呢一課咧係唔複雜嘅，因為點解咧？佢入邊講嘅所有 concept，我哋即係攞資產去還貸款。其實剛才我哋都做過啦，不過我哋攞個資產咪攞現金啊。而家佢攞個資產就唔係攞現金咁解嘅啫嘛，係咪？都係落去還款，非常之喜歡還款啦。咁所以第一題佢講乜嘢咧？佢就話甲公司喺呢個叫做乜嘢話？2007年嘅，等陣先啊，1月1號賣咗一批材料俾乙公司，咁啊連埋稅款啦，各方面 click 啦，加埋11,300蚊啦。咁按個合同規定咧，乙公司理論上應該係2個月後，即係3月1號還錢。咁但係咧，由於乙公司發生財務困難，咁啊無法按呢個合同規定咧嘅期限還款，所以雙方協商咧係4月1號做債務重組嘅。咁債務重組協議規定咧，咁甲公司咧就同意乙公司即係 B 公司啦，就俾一個市值係1萬蚊嘅債券抵償部分嘅債務，同埋免除五千蚊。免除五千蚊嘢咩意思啊？撇賬撇5000咯。咁啊餘額用現金還清，即係話11,300蚊入邊咧，第一樣嘢，第一個動作大家都好開心嘅就係撇賬，撇你個五千蚊先。咁啊，咁大家一入門口撇你個五千蚊先，撇咗五千蚊啦，跟住咪再攞債券還我其中1萬啦，尾數我全部俾現金。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呢個係唔合理嘅，因為點解咧？尾數係大概9萬8啦嘛，如果我有9萬8現金嘅，我還住先都唔使債務重組啦，係嘛？咁你正常你諗下，我爭你11,300，9萬8佔幾多？8成以上咯喎，即係我還到8成以上，我再同佢傾下，喂，剩翻我1成幾，你有冇俾我拖多1個月啦？就唔使債務重組啦，所以唔合理嘅呢個。不過算啦，是但啦，我哋而家唔係講合唔合理啊，因為我覺得如果我有10萬蚊嘅，我還到大部分先，剩翻少少咪過1兩個月咯，唔使就搞到而家咩佢又撇帳喎，所以好古怪咯，我覺得。不過做題目就算啦，呢個即係佢古唔古怪就冇理佢啦呢個。咁跟住話甲公司咧就收到嗰筆款項咁樣啦，咁啊將嗰個債務還晒佢啦，咁樣就係咁樣啦。咁好啦，咁嘅情況入邊咧，佢就話咧甲公司咧就哦呢個佢幾好，佢話之前咧原來已經做咗1萬蚊嘅壞賬準備㗎啦，得唔得？OK，咁佢做1萬蚊嘅壞賬準備，咁咧就個債券咧個帳面值咧都係1萬蚊嘅。咁即係嗱，點解佢會咁樣強調呢一樣嘢咧？因為嗰個債券個市值咧，佢唔係出嚟呢個係乙公司啊，我陣間去到乙公司嗰度先講，因為佢合咗一題公司有關嘅，我整咗12.1先。好啦，咁你見到我用個字咧係比較現實少少嘅，我用債主債仔啊，因為大家唔好介意我呢啲，因為通常正常嚟講咧，講得好聽啲係債權人係嘛，債務人、債權人，但我中意想講債主債仔嘅，聽落去親切啲啊嘛。同埋一個債主，大家就知即係大啲嗰個啦，債仔就即係揸人錢嗰個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哋從債，因為咧做債務重組咧，除非嗱，你會見到我咪債主嗰度做一次，債仔嗰度做一次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債仔債務重組完之後，係咪佢仲生存啊？如果個債仔債務重組完之後會破產嘅，我哋需唔需要做債仔嗰部分啊？唔需要啦，因為佢都破產，我哋仲會繼續嚟做咩咧？係咪？咁呢個情況即係話，其實債仔咧做完呢一筆債務重組之後咧，就仲仍然繼續生存嘅，唔係破產啦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佢好衰，點解咧？佢咁樣咧話啊，我哋其實佢有錢嘅，啊，我哋債務重組啦，又話撇5000蚊幾好啊。咁呢啲就係還少啲錢嘅一個伎倆，話誒，我哋債務重組啦咁樣，喺債務重組完，我繼續做生意喎，生意又幾好喎，有現金收喎，啊幾好啊，係咪？就古怪啲嘢。好啦，咁我哋唔計啦，我哋首先唔好理佢固唔固話啦，我哋從債主嗰度睇咯喎。咁第一樣嘢，本身佢係咪爭我11,300蚊嘅應收帳啊？咁所以你會見到咧，喺做債務重組嘅時候咧，當我做完債務重組，理論上我啲應收帳都冇咗啦嘛，係嘛？所以咪 credit 應收帳咯，係嘛？好啦，我 credit 應收帳之後，我就要睇一睇啲乜嘢翻嚟先。
第一樣嘢我會望一望之前我有冇做還帳準備啊？有喎，我咪有做1萬蚊嘅還帳準備或者還帳準備啊。咁呢1萬蚊佢過嚟抵消我部分嘅損失，點解咧？因為還帳準備我哋幾時做啊？係咪以前嗰幾個會計年度，可能我有啲盈利咪做定個準備金咯，係咪？即係好似譬如好似你哋去旅行咁樣，可能都會話啊，我每個月8、5千蚊做個準備金，咁去到旅行攞嚟用啦，係咪？佢啲還帳準備就係幾年前就可能每年又好，或者每個月啊，或者一年做晒都好啦。咁佢之前做咗1萬蚊嘅還帳準備，擺咗1萬蚊落個準備金嗰度，即係個錢罌嗰度，咁正常都係唔想用嘅。唔希望用呢個壞帳準備㗎啦嘛，但有真係冇彩壞帳啦，我咪入邊攞翻嚟頂住先係咪？因為呢11萬3千佢還唔到錢啊嘛，我咪攞翻出嚟頂住呢個嗰個叫做壞帳先係咪？頂住部分啦，雖然唔係頂住全部份啦。咁第二樣嘢佢俾咗樣乜嘢俾我啊？債券係咪？呢個債券市值係咪1萬蚊？我哋會1萬蚊入帳咯。如果市值係1萬5嘅，咪1萬5入帳；市值2萬、3萬，全部數嚟入帳咯。而家幾時1萬咯？係咪？之後佢俾幾錢啊？佢仲會俾多98,000蚊嘅呢個叫做乜嘢啊？現金俾我啊！咁加埋仲有98,000蚊現金啊！咁加埋到最後係咪佢就見呢度係咪話我投資收益啊？5,000蚊，因為點解咧？1萬個外債準備，再加1萬債券，再加9000唔係98,000蚊嘅呢個現金，加埋呢度咪已經係11,800,000啦。11,800,000減翻我應收帳，我仲好似賺5,000蚊啦。其實呢個做法咧係又係自欺欺人。點解叫自欺欺人咧？佢咧關鍵喺呢個位度外帳準備，因為外帳準備咧其實佢有兩種做法嘅，一種咧就係為特定某人做嘅，即係話假設譬如好似我做銀，通常如果做銀行啲咧，佢外帳準備就唔會特定人做，係 general 一個百分比去做嘅。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係嗰個情況下邊咧，就即係話，譬如假設我好多貸款嘅係咪？好多貸款可能有幾千筆貸款嘅，咁總會有幾筆壞帳嘅嘛嘛嘛嘛。所以通常佢做備金咧，可能係按翻譬如所有貸款金額嘅2%。咁因為佢事前佢可能真係有幾千個客，佢唔知邊個會壞帳，邊個唔壞帳噶嘛。佢做咗2%嘅準備金，一個數喺度。咁如果邊個壞帳，我咪攞喺個錢嗰度攞出嚟用嗰度咯。第二種咧就係佢特定為某一個客戶做外帳準備嘅，就例如話可能佢借咗筆錢俾某個客。佢睇落去，咦？可能佢好似有啲唔得喎，就嚟還又還唔到錢，可能俾人告緊啦。又我市場上面聽到佢話佢財務出現困難喎，咁樣可能我就特定問佢做一筆，譬如好似呢個情況嘅，做1萬，即做2萬蚊嘅。咁因為可能我聽到佢可能有部分佢還喎，咁部分還唔到，咁咪做少少準備金啦，咁樣為特定人士做嘅。咁兩種情況咧，處理方法我哋少少唔同啊。如果係前者就即係話我做一個 general 嘅，冇話為邊個特定嘅事做，即係成個金額做個百分比嘅。咁呢個情況下邊咧，如果有是但不出現，或者舉個例，譬如假設你哋六個都有個債仔嘅，咁我做嗰筆，因為六個太多人啦嘛，係咪？人多嘅時候，我就覺得我分唔清邊個打邊個，亦都唔知邊個經濟環境好，邊個經濟環境唔好嘅，咁我就做一個籠統啲，做一個10%嘅準備金。咁如果是但一個爆煲嘅，我就喺入邊就爆幾多，我就攞幾佢出嚟咯，可未必攞晒，就攞一部分出嚟咯。咁另外一組咧，我就專為某一個同學做一個準備金嘅。咁如果佢爆煲，我就即係由於我嗰筆錢係為佢做噶嘛，做多做少都好啦，多咗又好，少咗都好啦。佢爆煲，我就成筆攞晒出嚟，大家明我咩意思啊？所以呢個點解佢成筆會攞出嚟咧？我相信呢筆我就準備應該係特定佢為呢個客做嘅。所以佢一爆煲就成筆1萬蚊攞晒出嚟，其實明顯係咪多咗啊？係攞多咗喎，其實，因為當時就騙5,000啫嘛。但係佢攞多咗，但係點解我要攞多咗咧？因為我幫佢做咗1萬蚊，咁成個過程完咗之後，個客仲喺咪度啊？唔喺度啦嘛，佢嘅應收帳唔喺度噶啦。咁我冇理由話淨係攞5,000出嚟，跟住應收帳冇咗，我就嚟呢擺個還帳準備，佢都冇爭我錢啊！我仲擺個剩翻個5,000還帳準備喺度，有冇意思啊？冇意思噶係咪？所以我成筆跌落翻，即係等於我錢罌啊！本身我錢罌就係為咗呢個客嘅還帳而做準備嘅。咁當我處理晒所有嘢之後，個客都已經唔係我個客啦。咁個錢罌，佢錢嗰筆錢我仲保留嚟做咩咧？大家明我咩意思啊？所以佢呢個咧，其實佢係做多咗，但係都要攞翻晒出嚟，因為專為佢而做啊嘛。咁所以你見到其實雖然最咗我5,000蚊，其實呢5,000蚊係咪就係幾年前嘅利潤啦？係幾年前我做過嚟嘅一個準備金，而家用完啦，用完證明我當時係咪做突咗啊？做突咗咪變咗而家利潤咯。咁所以其實呢個咧都係一個弱點嚟。
係個咩叫點咧？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你咁樣做法，咪就可以將今年嘅利潤推到出年或者後年啊？係咪我咩意思啊？意思即係話嗱，而家佢揸我33000蚊，係咪？咁我覺得佢還到似我仲有1萬蚊嘅準備金。咁但係如果我發現，咦，今年我利潤好喎，好多利潤喎，咁我又驚，即係你知，一多利潤嘅，你又驚出年後年個 target 又高咗，或者驚出年後年賺唔到錢，冇利潤，我會俾人鬧咯，炒魷魚咯，係咪？所以既然係咁，反正我做香港做準備啦，我做多啲啦。唔爭在啦，咁樣做夠2萬，做夠3萬，萬一將來有啲咩事嘅，咪回撥翻出嚟咯，係咪啊？上準備金嗰啲咁嘅啲壞嘢嘅，咁嗰啲我應該上個財務嘅學 AT 7，應該有同你我嘅，不過唔知你記唔記得係準備金嗰樣嘢。不過而家我同佢同你哋嘅，因為已經過咗啦，咁就變咗做多咗就有5千萬，五千萬咗5千蚊嘅利潤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咁樣站喺個債仔嗰度又如何咧？債仔就好啦，咁佢都做嘅帳啦，係咪？咁債務重組完之後，佢冇再爭你錢啦，一世輕晒啦，所以佢應付帳冇咗啦，係咪？咁而佢自己又攞啲咩出嚟啊？第一，佢攞咗98000蚊銀行存款，呢個冇得抵賴嘅，因為睇翻銀行 record 就好啦。第二，佢咪攞咗個債券俾你啊？咁個債券喺個帳面上值幾錢啊？帳面上值1萬，咪照買1萬咯。如果帳面值1萬2萬，照1萬2萬咯。跟住之後呢一個先係最罪惡嘅，所以咧係冇賺到心機。哇，係咪睇落去即係唔睇又再睇落？哇，原來你靠呢啲嘢賺錢㗎。跟住呢5千蚊買邊個？佢多年 profit and loss 啊，咁佢多年嘅利潤咧，仲有派股息添啊，係咪好勁啊？呢個佢咁樣嗱。我唔評論究竟，即係首先你冇你嗰個，即係其實最我點解同你講話呢個好似感覺上有少少古怪咧，因為正常情況下邊好似應該會，即係睇落好似明顯呢個人好笨啦，係咪啊？啱唔啱啊？自己呢個明顯自我安慰，我做咗1萬蚊嘅準備金啊，我都有5千蚊利潤啊，咁樣，但係你話佢自己呃人，即係自己呃自己，不過誒呢個冇所謂，總之即係大家知點做得㗎啦，佢係咪傻啊？嗰啲唔緊要，總之就，如果我成日會識見到呢個，我覺得感覺上，喂你要我哋，即係你見書入邊係寫債務重組收益㗎嘛？係咪？即係我諗你要揾第二個名得唔得咧？你睇落去擺明好似擺明去揾人着數啦嘛。你跟住你債務重組完，你仲繼續經營喎，細啊做得好地地，即係就好似咁樣講咧，即係好似你睇人哋講咧話咧，你朋友話冇錢問你借錢，借完錢之後咧，佢話哎呀有部分還唔到俾你，咁算啦，你下一步就當抵消啦。抵消完之後，你哇幾開心啊，又出去呢度玩嗰度玩，哇幾嘆世界嗰種咧個感覺啊，唔知會點嘅咧咁樣。總之就係咪幾好笑呢個真係，我都覺得好特別嘅呢個，哇咁樣嘅，我第一次見到佢都咁樣都得㗎，呢個咪真係好古怪真係。好，跟住咧就第二樣嘢，佢就係話咧受讓非金融資產嘅。剛才你咪見到上邊咧有啲係金融資產，係包括啲乜嘢咧？包括嗰個債券啦，係咪？同埋銀行存款呢好明嘅金融資產嚟嘅。咁佢比其他一啲我哋叫非金融資產，通常會有啲咩咧？咩機器啊、設備啊嗰啲咁嘅嘢嘅。咁12.2咧，佢就話咧以存貨抵債嘅。佢話做咩事咧？佢就係甲公司咧同乙公司就簽咗一個購銷合同嘅，咁就向乙公司買價值70萬嘅貨嘅。咁由於甲公司咧又出現嗱，佢嗰個買貨咧，應該我諗係又係賒數噶啦。甲公司發生財務困難，短期內支付唔到2007年2月1號到期嘅貨款，咁所以咧係4月1號咧打協商，就乙公司咧同意甲公司用佢嘅產品償還債務嘅。咁呢個產品咧個市值係40萬，成本係24萬嘅。咁甲公司就咩納稅人啦3%嗰啲咁嘅嘢啦。跟住佢就話啦，咁啊乙公司咧喺2007年4月1號咧收到甲公司嘅抵債嘅產品啦，並作為庫存商品入庫嘅。咁乙公司咧對呢個應收帳咧就計提咗10萬蚊嘅壞帳準備。咁應收帳嗰個應收帳庫嘅公允價值市值咧就45.2萬咁樣嘅，得唔得？OK，好啦，我哋又睇一睇個 Excel 先啊。
好啦，呢個咧係仲乞人憎嘅。點解我咁樣講咧？大家望清楚，千祈唔好眨眼啦。咁呢個佢首先第一樣嘢，我哋又係從債主嗰度角度出發啦，好冇？我哋睇債主先。咁本身對方咪爭我70萬啦，債務重組完，成筆撇咗帳，冇嘢咯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我哋睇下成個過程，究竟我收到啲乜嘢？第一樣嘢，如果收到唔係收到我自己嘅，佢只係咪做咗一個10萬蚊嘅外在準備啊？之前做咗10萬蚊外在準備，咁而家就係養兵千日，用在一時啦。而家壞帳啦嘛，就應該攞出嚟用啦。當唔夠急，10萬蚊定住先。第二，佢俾啲乜嘢我啊？咪俾批貨俾我啊？呢批貨市值嗱，你估你成本喎，因為成本係佢嘅成本啫嘛。咁但係呢批貨市值係值40萬啦，所以我就40萬一張，多咗一批40萬存貨。咁前後我蝕到20萬，其實我係蝕30㗎，只不過其中10萬蚊係之前蝕咗啫嘛，因為之前做準備嗰陣時我蝕30，只不過係有10萬蚊係以前嘅年份蝕咗20萬，就而家蝕咗係咪？得唔得？咁就完㗎啦，咁我就冇咯喎。嗱，你睇債仔咯喎，第一嗰啲負帳，即係佢債務重組要啲負帳做啊。咁佢唯一俾我哋嘅係乜嘢啊？係批24萬，對於佢嚟講成本24萬啊嘛，佢唔會40萬張嘅，因為成本24萬啫嘛。咁係咪俾咗批24萬嘅成本俾我哋啊？個存貨完啦，D.M 係啊，D.M 就咁啦。佢爭我70萬，俾咗批24萬嘅存貨俾我，就抵晒啦。跟住就四老闆喎，就係冇收益。咁對方明知有自我，知道到你覺得對方會唔會發火啊？啊，我諗我會發火咯，有冇搞錯啊？你俾24萬俾我，第70萬就係你好似近30萬，哦，你一賺嘅，你到時候賺46萬喎，跟住又派股息喎又，你係咪有啲即係好難解釋呢件事係咪？不過 anyway，而家大家唔需要理會個合理性嗰樣，佢哋會唔會嬲我唔知，但至少做帳我哋唔會做，得唔得？我成日都講，站喺會計角度嚟講咧，我哋係負責做帳嘅啫。咁至於呢個交易傻唔傻，個老細自己判斷。我就係做俾佢聽嗱咁樣嗱，我咧當然啦，但係如果我係債主嘅會計，我當然唔會知道我債仔究竟帳係點樣啦。但係作為債仔嘅個會計就應該試到 A 老細睇，你成功啦咁樣24萬搞掂啦咁樣幾好係咪？嗯，好啦，咁今日咧我講到呢度先，咁就下個禮拜咧就我哋就會出個叫咩啊？測驗噶啦。